今仔日的青春世代被批主活动，邀请总统赖清德参全国百外的高中生来对话。有学生就讲，因为国内高中生的睡眠时间平均无到7点钟，偏济西方加亚洲的国家是较少。希望上课时间就要较减咧，而且限制补习班的营业时间。也有学生关心讲，要安怎带领国家和平卖战争。主办单位邀请高中生提出观察到的社会问题，其中建中学生讲，台湾的学生平均睡眠是6.9点钟，特别高城是困无8点钟，比西方和欧洲国家更较少。认为讲后壁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上课时间伤过长，还有补习文化等等。希望会当学南韩，要求补习的时间无应该超过暗时10点，也希望改革考试的制度。在新加坡，为了减少学生他们在考试以及学习的制度上的压力，删除了考试的排名制度，改善了他们的睡眠品质，也增加了他们睡眠的时间。在台顶听报告的总统赖清德是针对学生提出的社会观察，一个回复。对建中后辈建议，伊嘛讲，家己做学生的时阵，拄着要看成绩嘛是真紧张，伊赞成成绩的部分，家己知影就好。很赞同这个方式。另外，我那个建中提的其他一些方法。教育部再研究一下，看上课的时数可不可以缩短，考试的次数可不可以减少。现场嘛，互主持人代替念出学生提出的7大问题。第一个问题是桃园大华高中的学生直球对决，伊问总统讲，安怎带领台湾和平卖战争？我们不放弃任何和平的机会，我们对和平要有理想，但不能够有妄想。也就是说，我们采取的和平之道不切实际，那恐怕不仅仅和平不可得，恐怕也会引来战争。总统阁颠倒去问现场的学生，若讲有3个选择：第一是和中国签和平协议，就是西藏模式；第二个是顺港澳模式，接受一中原则；第三是和其他的民主阵营徛做伙，靠实力来追求和平。大多数的学生拢选3，另外嘛有学生是问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了后的台美关系。罗总统讲，希望伫现有的基础顶悬，继续创造台美双赢的局面，让台海更加和平稳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